臨近考試，每一個學生都埋頭苦讀，應該咁講，每一位家長陪太子埋頭苦讀。你有冇發覺，你攞住本書咧，咪咗成個鐘頭，往往記得嘅只不過係20%左右。我再溫多1個鐘啦，結果都係差唔多，喺度原地咁樣兜圈。付出同收穫爭咁遠，乜唔係出咗半斤力，應該攞翻足8兩嘅咩？定抑或我當佢係理所當然，繼續虛耗時間呢？究竟我哋點樣先至可以由插水式嘅失憶變做正數嘅記憶？即刻俾答案你。喺呢度我會用最唔正常但係最接地氣嘅方法，教授大家最專業嘅記憶技巧，令你可以學到一啲你交好多學費都未必學到嘅記憶秘訣。用人話講，呢個就係老少咸宜嘅記憶導師班。如果你俾心機學嘅話，你都可以成為一個專業嘅記憶導師。快啲訂閱，因為未來嘅每一堂都可能係你進步嘅關鍵。你嘅大腦係會失憶㗎，點解呢？因為喺儲存資料嘅時候係冇辦法將資料直接變做有效嘅記憶嘅，而係先將資料咧擺喺一個臨時嘅地方，等到適當嘅時候再幫你整理同埋重組。呢個臨時擺放嘅地方，你可以當佢係電腦嘅暫存記憶體，用嚟臨時儲存同埋操作資訊。例如你計數、背書，甚至乎睇呢條片，都係靠暫存記憶體去完成嘅。但大腦嘅工作比電腦咧更加靈活，佢會結合埋你嘅專注力同埋推理能力去處理資訊。簡單啲嚟講，佢唔單止幫你記，仲幫埋你思考。但問題就嚟啦，暫存記憶嘅容量係非常之有限。如果一次過輸入太多資訊，又或者冇及時俾佢適當整理同埋重組嘅話，佢就會即刻輕機。啲資料冇咗就冇咗㗎啦。可能你有啲印象，但係都係一啲零碎嘅片段。所以如果你冇俾大腦足夠嘅時間整理或者重組嘅話，你剛剛讀過嘅資料就會同你揮揮手講拜拜㗎啦。到時你就要浪費時間不停咁樣重溫，先至可以彌補到呢一個漏洞。究竟點先可以令你嘅暫存記憶體唔死機、穩定操作呢？你知唔知其實學一啲好簡單嘅資訊，好似一字咁淺嘅嘢，其實你個大腦都會忙到爆煲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個一字入到你個腦度，佢會即刻被分開拆件處理，顏色一格、形狀一格，仲有聲音、概念，甚至乎你睇到嗰個一字周邊嘅環境，例如老師嘅樣貌、佢嘅聲線、課室嘅背景，仲可能會有氣味，都會分開唔同嘅地方去處理嘅。而呢個過程係超級複雜嘅。你可以當你嘅大腦係一個超大型嘅迷你倉，入邊有無數咁多個格仔，每一個資訊就好似零件一樣，被分門別類咁樣擺好。顏色1號區、形狀2號區、聲音3號區。但問題就係你唔及時幫佢整理，或者喺整理嘅途中俾人打斷嘅話，就會亂晒大龍。我哋每日學嘅嘢嘅複雜程度都係遠超所想嘅，仲要應付考試呢一啲無形嘅壓力。所以我哋就要了解大腦重組資料嘅機制，否則嘅話你就要輪迴好多次，千辛萬苦先至可以補翻呢個記憶嘅漏洞。我諗大家都有經驗，長時間溫習一大堆資料，最後真正記得嘅可能只係得休息前嘅10幾20分鐘嘅嘢，而其他嘅只係得翻啲碎片，甚至乎完全冇印象。如果大家唔想付出10分嘅努力，最後只得翻啲餅碎嘅話，就要喺適當嘅時間俾大腦重組你哋嘅資料。因為重組資料就好似電腦暫存記憶體一樣，有佢嘅限制嘅，每一次只能處理20分鐘左右嘅嘢，然後將佢儲存成為記憶。所以溫習嘅黃金法則就係每次溫習唔好多過20分鐘，然後休息5分鐘。呢段短暫嘅休息可以俾暫存記憶未爆滿之前，將啱啱吸收到嘅資訊好好咁樣重組，然後轉化成為有效嘅記憶，等佢穩陣儲存喺迷你倉入邊。但係如果你嘅溫習時間需要個幾兩個鐘嘅話，情況就會更加複雜。大腦需要喺短時間之內儲存太多資料嘅話，資訊就會互相干擾，好似圖書館一樣，啲書亂晒大龍。要揾翻啲資料，就要重新將啲書放翻適當嘅位置先至得。同樣道理，你嘅大腦都需要更多時間去重組同埋整理呢啲資訊嘅。所以如果你需要長時間溫習嘅話，除咗每20分鐘俾自己5分鐘休息嘅時間之外，每2個鐘頭都需要休息15分鐘，俾自己大腦一個大掃除嘅機會。但咩先至係休息先？你同我嘅定義都唔同。我嘅休息就最中意打機，夠晒 relax。休息嘅目的係乜嘢呢？
就係要俾大腦知道你已經停止咗學習，佢可以開 turbo 做嘢啦。所以休息嘅時間千祈唔好做刺激嘅活動，例如睇電視、打機、玩電話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啲活動咧會搶走你嘅注意力，干擾大腦重組嘅工作，令到你啱啱嘅學習變成得返個吉。咁啱嘅做法係乜嘢呢？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可以飲下水、去下廁所，甚至乎黑埋眼休息下都得。記住呢個時間千祈唔好睇其他書，就算課外嘅圖書都唔好，咁樣會令到個大腦以為你仲繼續學習，就會停止重組嘅工作㗎啦。曾經有人話瞓緊覺嘅時候都係學緊嘢嘅喎，究竟係咪真嘅呢？一齊睇落去。同大家分享一個小秘密啦，你瞓緊覺嘅時候，其實你個腦先至係最忙嘅。瞓覺唔單止係幫我哋身體充電嘅重要時間，仲係我哋學習嘅關鍵時刻。點解呢？因為每晚當你瞓喺床嘅時候，個大腦都會瞞住你，偷偷地開 OT 嘅。佢會幫你整理當日經歷嘅所有事情，仲會以倒敘嘅方式幫你重組同埋記憶。所以你有冇發覺，你尋晚瞓覺前發生事情嘅印象，會比尋日早上嘅嚟得清晰嘅？所以如果大家聽日係考試，或者有啲好重要嘅嘢要背翻出嚟嘅話，我建議大家喺臨瞓前30至90分鐘呢段時間去溫習，因為呢段時間係記憶力最強嘅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係10點鐘瞓覺嘅話，最佳嘅溫習時間就係8點至9點半呢段時間啦。因為當你瞓着嘅時候，你個大腦會幫你將啱啱溫習過嘅資訊好好咁樣整理，好穩陣咁樣放落長期記憶嗰度。但係有一點要注意嘅，如果我哋慣性10點鐘瞓覺嘅話，9點半至到10點鐘咧，呢一個唔係理想嘅溫習時間嚟嘅，因為我哋嘅生理時鐘會令我哋分泌一啲荷爾蒙，搞到我哋昏昏欲睡。你讀嘅所有嘢其實係得極少嘅資訊可以入到腦嘅啫，所以我一路都唔贊成大家係開夜車嘅。所以記住，如果聽日有啲好重要嘅嘢要背，或者考試，記得瞓覺前唔好煲劇，唔好玩手機，等個腦幫你開夜車，咁你聽朝起身，你學過嘅嘢就穩穩陣陣喺晒度啦。記住，大腦係一個暫存嘅記憶體，能夠處理嘅資訊咧係好有限嘅。如果唔能夠及時去整理或者去重組嘅話，資料就會急速遺失。溫習嘅黃金法則就係每一次唔好多過20分鐘，之後一定要休息5分鐘，俾大腦及時整理同埋重組學過嘅嘢，避免資訊超載。如果需要長時間溫習嘅話，建議每2個鐘頭休息15分鐘，俾大腦進行更大規模嘅整理同埋重組。而最佳嘅溫習時間就係瞓前嘅30至90分鐘，記得唔好玩手機同埋煲劇啦。希望今日嘅教學對你有幫助，有任何問題或者想學其他實用嘅記憶技巧，記得留言話俾我哋團隊知，再喺留言結尾加個開心 emoji。走之前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我一有新嘅教學片出嘅時候，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唔好唔記得幫我 share 啊！83